我不会觉得说种田很辛苦啊。工作10年之后，就觉得他还是需要有人帮忙，对，因为他自己一个人只负责种植的话，真的太辛苦了。让消费者知道他到底在种什么，在忙什么，所以我是负责回来帮他做行销这一块。往前走喽！把我埋进去。好，换下一个。我就会跟他们说种植的方式，我们是怎么样栽种，消费者觉得这是他们要的，就可以接受。可以用手摸看看，这就是还没有豆荚的黑豆。我们在采收期的时候，我们就是会办一个，就是来我们农场这边采黑豆，他们会更深的印象，说怎么去选购好的黑豆，跟选购国产的黑豆。叫爸爸妈妈来吃豆腐，所以我们会继续做这样的事情，去坚持做下去，要让大家知道说，其实台湾的农夫很努力的在坚持我们国产的东西。大粮仓计划基本概念就是说，希望我们把本土的杂粮能够种植的多一点，来取代这些进口的，使我们的。各位观众，欢迎继续收看咱台视11点台记新闻，我是郭怡中。新闻都开始，赶紧带大家关心上新的天气变化。防空风台即马行的路小可偏尾东平，气象局按算讲，上紧下晡一直到尾仔这段时间都会发布海面的风台警报。详细情形，赶紧来听气象局上新的讲法。目前西北太平洋上第27号台风轻度台风凤凰在早上8点的位置，是在鹅銮鼻东南东方大约490公里的海面上。从昨晚上到现在它其实整个移动的方向比原本我们的预估稍微偏东一些，而且目前我们所看到的全世界各个模式对它的未来路径的模拟，也是比昨天以及前天看到稍微又偏东一些。所以说，目前我们并没有对台风发布海上台风警报，可是要提醒大家，就以台风的路径来看，今天是正在往我们东南部海面靠近的过程，要到明天的时候才会开始有往北甚至往北北东的方向移动的趋势啊。另外在强度方面，目前这轻度台风到今天晚上之前仍然维持这样的强度，而晚上以后到明天强度就会一直减弱，所以相对而言它最接近我们的时间是在今天晚上到明天这段时间，可这段时间又刚好是在逐渐减弱的过程哈，所以气象局会持续观察，在今天一直到明天，尤其今天白天的状况，它的强度以及靠近的情形，是否还是可能发布海上台风警报。那也提醒大家，在天气方面，今天到明天是台风从东边海面北上最接近我们的时候，当然我们附近海面的风力都会增大，而且也会有长浪的现象，在整个我们附近的海域尤其是北部东边还有横穿半岛的海域都可能出现长浪的现象。台南以北地区从北边绕到东边，直到横穿半岛，也都会有8到10级的强阵风。海面上长浪、风浪增强，以及沿海强阵风，提醒大家，纵使没有发布海上警报，是要多留意的。至于陆上的天气，在台风外围环流的影响之下，其实主要是东北部地区的天气是不稳定的，尤其是下午以后，预估东北部地区今天到明天云多，下雨的时间长，可能出现局部性的大雨。我们针对基隆、宜兰地区以及大台北的山区发布大雨特报。另外，在北部和花东地区，云有时多一些，有一些局部短暂降雨的现象。中南部山区也是这样的天气形态，所以提醒大家，今天、明天2天，这个台风从东边海面北上是最接近的时候。那么，不管它的强度变化如何，请大家多留意。有关风台上新的消息，请大家不管是收看咱台视新闻台，同款嘛是11点上新，要来关心，这是高雄一间金仔店的头家接到民众质问，拢总价值31万块的金仔，分做3箱，将送货人员送到台中北屯区的地址，雄雄少一个查甫人举枪，把金仔拢抢去。详细情形，连续记者柯奕胜来传来了解。奕胜。
好，从这种画面上可以看到呢，监视器是拍下了在银楼里头呢，这个宅急便的送货员呢是将这好几箱的货物呢直接拿出去，要准备前往物流中心哦。而这里面呢包的全都是金饰，而这些金饰的运送者呢就是位在高雄旗山的这一家银楼。但没想到呢，这19号中午呢，这个金饰业者将宅配货品送到这个民众要求的台中市北屯区之后呢，这宅配员突然遭到一名持枪歹徒呢将金饰全都抢走，也因此呢是让业者损失惨重。那么事后业者呢是立刻拨打这个下定顾客电话呢，但没想到已经无法接通，也因此呢让这一名业者呢是怀疑说呢可能是歹徒呢利用网络订购高单价而且易脱手金饰的方式呢来趁宅配的时候呢下手行抢，因此呢是立刻向警方报案。而其实呢这事件呢要回到这个月的7号，因为当时呢这名在高雄旗山的林姓银楼业者呢，他透过自家经营的电商官网呢接到一名叶姓男子的下单，表示呢要订结婚金饰组以及呢黄金项链等物品，一共呢是4组商品，共31万多元。那么最后呢双方议价呢是以28万5千元成交，而且业者呢当时不断的以电话确认，而当时呢这名买家呢原本说要用汇款的方式先行付款，但最后一刻呢说因为担心受骗，所以要求呢以货到付款的方式来支付这款项。而业者呢日前也将这个金饰寄出，并且呢是依照宅配业者每件不可超过10万元规定，也因此呢是将这金饰分成3箱寄出。但没想到呢在这个19号的时候呢却接到宅配业者通知说东西被人抢走，也让他非常的傻眼。那么再加上呢事后呢来拨打这名订购民众电话呢，这电话早就无法接通，林姓业者立刻报案呢，他也怀疑说呢是不是有歹徒利用这个网购高价金饰，并且是要求到店取货的方式呢，趁着宅配员送货到府的时候呢下手行抢。而台中市警方获报之后呢，也逮捕了1名嫌犯，并且呢是将这一批被抢走大约30万的金饰呢也全都查获。而目前呢警方还要进一步厘清这名叶姓订购民众呢是否跟歹徒有关系，以及呢当时是怎么行抢，同样呢也是警方要厘清的重点之一。那么双掌情况主播。多谢疫情详细报道。人咧讲，祸不单行，福无双至。又有外送人员发生车祸，新北市的邦桥岛兴路2段，昨尾仔2只奥多麦相撞，画面已经找到。行车记录器会当看到一个30岁姓吴的外送人员骑奥多麦直行，经过10字路口的时，另外一只倒滑的奥多麦，敢若互公车砸掉咧，阵啊看无，直接相撞。外送人员飞出去无喘气，受伤真严重，赶紧互人送去病院。另外，这个骑奥多麦的人规身躯嘛切着伤，坐咧后壁的查某囡仔骨头断去。车祸的原因，即马警察当日咧进一步调查。讲到骑奥多麦来关心。这个停奥多麦嘛，停甲规北都火。新北市这个杨先生下晡骑重型奥多麦要去办公，准备要甲奥多麦插入去土城区公所的停车场，保全煞挡掉咧，唔互伊入去，不爱互伊停伫咧停车格。这个骑奥多麦的人沙部长唔知即马到底是啥物款的情形。伊讲骑重型奥多麦本来就是爱插入咧停车格，保全煞要甲伊刁难。针对这件代志，区公所讲双方讲袂好势，保全拢是好意。保全人员这个最大的啦，我就只是想要按照规定来而已啊。你爱花钱，你去你到别的地方去花钱，我们这边不需要你花钱。停车场的出入口骑重型机车的查甫人甲保全，你一句我一句，吵个大细声。为什么不听我们的指挥？我们指挥最大嘛。原来查甫人骑红白重型机车是要按照规定停伫轿车的车位内底，不过领票卡的时阵煞互保全阻挡，代志就发生伫新北市土城区公所的停车场。他看我抽票卡，他就觉得说我应该去旁边停。不应该占用他们汽车格的位置。查甫人不满去区公所办代志，停车的时阵煞互保全赶，我互伊驾车停伫轿车车位内底。保全认为明明会当免费停伫机车的停车格，查甫人煞坚持要付钱停伫轿车车位，才会弯起来。因为我之前就是因为停在他们要求我停在机车格就好，就有人撬我的方向灯。言辞上或许用的不好啊，其次是我们保全人员对于这个红牌重机呢的收费标准呢不是很清楚，那我们会后续做加强的教育。你不是开车？你是开车吗？这是敞客车啊，这是开车吗？
其实按照法规，重型机车甲轿车同款，应该爱停伫轿车车位。毋过保全无清楚这个规定，叫查甫人毋免加开钱停车，想袂到对方算硬要开钱，才会弯起来。区公所强调，未来会去教育员工，避免去发生同款的代志。记者综合报道。昨暗的画面，来看到德联邦帮主黄少银，昨暗做70岁生日，本来按算要开上清基岛，要伫咧南港展览馆请台湾，抑阁有海外人客。因为即马拄啊考是2020年总统大选进前，时间点较敏感，警察出来约束。昨暗煞改伫咧警政署对面的5星级大饭店来办桌，嘛取消帮庆大会。警政署刑事局抑阁台北市刑警大队，另外管区的中正分局警察，拢总出动60外个人，伫咧现场戒备。伫现场收集证据，比如张安乐伫咧现场报办警察，和警察呛赌。过来保镖伫边仔保护，德联邦帮主黄少银看行落车，坐起咧轮椅顶的入去饭店办70岁寿宴，细汉的排两排迎接，场面真大。乌头车一台刷一台驶到戏内顶的门口，来的人拢是乌多老大，嘛互警方唔敢放放放。了影机踩伫门口，特勤队员也当场随时做好准备，哪收集证据，哪警戒，避免发生意外。宴会饭店就伫警政署的对面，行政院嘛伫边仔。警方伫饭店的4颗位啊派真侪警察去顾，包括刑事局、甲台北市刑大，各辖区的警察局，拢总派60个警察去现场戒备。他们现在啊，你过寿也来骚扰，结婚也来骚扰，告别式来骚扰，警察也很辛苦啊。会场外口气氛真紧张，毋过内底真热闹。主持人请到杜宗康甲董忠胜，参加的来宾嘛拢真有耐力，包括日本山口组甲港澳东南亚的学徒拢有派代表来。传讲黄少银本来预计要伫南港展览馆开1200桌，毋过互警方警告几届，叫伊袂当收过请影。落尾戏内顶少东蔡要喊开喙邀请，所以就改伫饭店开123桌，学徒老大办寿宴。虽讲警方一直警告袂当了代志，毋过就算超工无想要办甲伤过请影，也是共款会引起大家注意。记者综合报道。生活话题来看到，租厝女朋友来住暝，都爱亲像大饭店加收500块的电梯费，安尼敢有合理？有人伫台中市大理区租7平大的套房，一个月租金6000块。2年前来住时，就和厝主拼好势，讲女朋友3时有准会来住暝。无想到几个月前，厝主强讲安尼电梯会了电，要求加收500块，双方因为安尼起配面。不满厝头家，逐个月拢要加收500块的电梯钱，查甫人伫人面册社团拍一篇文章出来，就是要甲代志讲个清楚。他多收钱有没有在规范在契约上吗？没有，契约上没有在另外载明。 2年前来到台里，睡一间7平分租的套房，厝税6000块。迄当阵就甲厝头家讲好，女朋友久久来住一届。想袂到几个月前，厝头家认为会互电梯较快派，所以逐个月拢要加收500块电梯钱。落尾查某人发现女朋友一个月干会来5届，甲厝头家讲要改8楼梯，想袂到对方甲回讲8楼梯无开电火，你敢会当接受？500块共款要收。然后他儿子，我就觉得那个嘴很不干净的，讲了一些让我阿嬷听得不舒服的话。 然后还跟他说什么啊？你阿嬷呢？大概来啊，坐电梯啊，电梯拢唔免等钱哦。含阿嬷来看伊，厝头家嘛共款要念，毋过明明迄当阵合约的内容无限定讲，敢若会当一个人住，另外佮互查甫人不满的，就是合约顶会写讲电1度4块，尾啊煞行讲用电用伤伤，所以变做1度5块，感觉对方咧甲倚空。租赁契约里面已经有载明了这个相关费用在里面的话，那房东收这个金额当然是没有问题的。 最佳的状况呢，双方白纸黑字呢，重新把它备注在我们的租赁合约书里面。那这个才属于有效的部分。卖厝业者甲律师拢提醒，若是无按照合约的内容来行，厝头家临时加收的钱，查甫人会当卖交。代志发生了后，厝头家无出面回应，双方的争议可能爱去调查。记者综合报道。 买物件嘛，较张持咧。咱台视新闻的独家镜头，一寡人伫咧网络平台买外国的化妆品，有的网络头家讲是卖外国的水货，免税较俗。不离可唔知讲这货到底是为倒位来，伫咱台湾敢有合法？有一个牌子的总代理商出来讲，卖一款孔雀细管的翠墩膏，水货内底防腐剂超标真济，比销售规定限量的加5倍。咱销售讲已经接到相关的检举，假使讲有人卖这款产品，安尼就是违法，会
当照化妆品卫生安全管理法罚2万块，上济罚500万。无出国想要买国外化妆品，真侪人拢会透过网络来买。电商平台嘛有真侪人专门咧卖进口的物件，像讲这款叫做拿色管仔的翠墩油，用网络来找各种的水货商品，800款为40块到70块拢有。不过内底丰富这成分，恐惊无符合国内法规。其实对消费者来说，他们可能想说就买一些便宜的。护唇膏就可以了。那其实他没有想到说这些来路不明的化妆品或者是保养品都会影响到甚至伤害到他们的健康。品牌总代理商跳出来指控讲，这水货商品用华语的飘头大纸，甲本来成分表砍掉，斟酌甲看内底用来做化妆品防腐剂苯酚量是0.54%，不过根据国内食药署定的使用规范，上最敢若会当有0.1%，真明显超标5倍以上。另外，国内国外产品比较一下，水货商品看起来较通光，色水较深，挂中央写产品名甲重量。台湾的公司货看起来较落较白，挂中央阁有写全球版本。可能消费者他们比较没有顾虑到，那他就买了使用了，那可能就造成一些皮肤过敏，也是有可能的。对，违反我们化妆品卫生安全管理法，可以依照那个第22条处罚，就是2到500万的一个罚款。医生讲，若是化妆品防腐剂加伤济，较会互人皮肤过敏发炎。食药署嘛回应讲，已经接到相关的检举啊，会请地方卫生单位加强稽查，提醒民众伫网络买化妆品，目睭就要配合紧，成分甲标示看清楚，加较注意的就加较安全。记者综合报道。好消息来看，为明年新历3月初一起，民众看汉医食汉药，拢总有10味排毒汤，也有冰干、老气汤。另外，太子参这较珍贵的汉药材，健保拢有补助。民众免搁再家己加开钱，按算一礼拜省差不多100到200块。另外，健保补助汉药药钱，一工本来是补助35块，即马加到37块。按算一年加开咱健保6亿2900万健保的开销。中医师工会专联会讲到。咱台湾一年600万人去看汉医，拢会当因为安尼较省钱，上紧明年3月就会当开始。无用咧拆药啊，照这个处方来夹中药材，袂少民众人若无爽快来看诊，就来选这个中医诊所。未来原本是爱自费的药材，希望会当纳入去健保，安尼通来减轻民众的负担。健保署含这个中医师工会专联会开会讨论，讲要甲定定用到的10种科技中药，用健保来给付。不管是单方还是复方来讲，它的使用是非常的大量。过去因为健保署的这个规定，还有健保会的这个规定，所以没有把它纳入这个健保给付的项目。预计要甲纳入去健保的10种科技中药，包含有这个10味排毒汤，主要是用伫咧治疗皮肤病；，阁有冰干溜气饮，这是用来治疗腹肚痛的。也那这个香砂养胃汤会当互你开鼻食卡的落去。另外，这个规矩健中汤是用来补气补血的。也那即冲饮是用来治疗妇科的病。也阁有胆南青、太子松这药材，对这个中风的症状，也阁有补气治疗酸痛含止血，拢有真好的效果。中医师计算讲，若是这中药甲纳入去健保了后，民众一礼拜医药费就会当省至100-200块。最贵的无非是像胆南星啊、太子参这2味，如果它是就科学中药来讲的话，它的单价是相对比较高的。协商里面后来就有协商6.29亿用来调整这个药费。嘛，因为免去考虑到这个患者自费的负担，这个药咧贴的流摆就较悬。假使讲若是用规年规台湾来看中医的人数，安尼来甲估算，就有600多万人通受益。另外，健保中药逐工的药仔钱，未来卖对1工35块，甲升到37块。相关的方案，上紧伫明年3月就会使来开始实行。记者综合报道。俗语来讲，一斤肉唔值4两葱，一斤囝唔值4两翁。今年46岁，互人俄罗斯9国棉花的林薇薇，和比较细汉11岁岳祖老2个人才结婚1冬外，结果翁婿心肝抓袂着。林薇薇讲，因人投资失败，阵安尼无头路，拢伸手甲伊摕钱，要食唔讨趁。上尾林薇薇要求2个人离缘，因翁甲担也袂出面。不管发生什么事情。我都希望我跟你是一生一世。去年7月，互人叫做周国明花的前中国小姐林薇薇，才甲减21岁岳祖老欢喜结婚尔，想袂到今麦婚姻就出问题啊！就用我的钱啊，要不然他怎么生活？然后他就会很像小白脸，一直从我皮包一直抽钱，
然后都不工作，他每天都睡觉，已经16个月。出面指控因翁自投资餐厅，互人骗了后，就一直拢失业，唔那安尼，阁袂好好找头路，生活开销拢靠林伟伟一个人。另外2个人本来有真侪话通讲，即马见面嘛变甲唔知要讲啥才好。林伟伟阁指控因翁最近行踪真奇怪，下楼都会待个半小时、1小时多再回来。在电话费以前都是这1年多都是900、1000，然后到上个月就变3000多，所以我就合理怀疑。看卖2个人的这段感情，去年1月透过朋友熟识，刷落伫去年7月请人客，1个月了后登记结婚，一直到今年11月，林伟伟因为2个人的感情愈来愈歹，讲要离婚，想要互这段16个月婚姻结束，想袂到因翁煞向找无人。不接电话，然后后来就不读了。我已经打几百次，他都不接。对林伟伟的指控，因翁无接电话，无法度联络到本人。林伟伟嘛讲，希望因翁会当赶紧出面完成离婚的手续，让这段婚姻合法结束。记者综合报道。上新的现场来关心台北市市长郭文德昨昏参加民主论坛，骂台独的人讲是骗子变神啊！因为囡仔时势拢伫咧外国，引起到民进党立法员跳到到地就刺插。郭文德下早参加活动有上新的回应。这个就算了，不是啊，我们还是务实嘛。我最讨厌人家给人家抹红了，那什么的。我跟你讲，我们是很务实在处理这个要怎么解决，不要每天给他戴扣帽子。你扣帽子有时候不高兴，我就可以砍回去，对不对？可是你怎么看说有台独说留在国外是不是也是扣帽子？没有多啊，多很多，我没有说那个，没有啦，这个也是口水战啊，算了。那你怎么看说有台独金孙之称的赖清德再一次强调说台湾就是个主权独立的国家，不用额外的宣布。然后韩国瑜是直接反击说这是借壳上市，市长你怎么看这件事？我说大家再忍耐一下，50几天就过去了。希望选完以后大家台湾可以正常一点哦。那您认同这是借壳上市的说法？那借壳上市我们也常常看到嘛，这个常常公司并购的换来换去，这也算是有的这样。现在我听不懂这什么问题。所以您觉得说赖清德这样子的讲这样的方式，台湾是这样的，这个反正这种话就是这样。台湾是不是个主权独立的国家？废话当然是的，只是不正常而已嘛，只是在国际上不太被承认。可是我们有老百姓，有政府，有领土，我们还是反正就这样的不满意。但是还是要想办法撑下去的，就这样。像如果黑名单取消很多年，所以这些搞台独的，他们是有搞台独的一些分子，是他们还是有点像说一套做一套。不是啊，我跟你讲你不要有时候这样的算了，我不想讲，就是说，全家都移民纽西兰，那每年在台湾办募款餐都有，看着就台独募款餐都有，看着就不顺眼。是啊，你怎么看说现在范宇呢？因为你昨天说绿营，然后他社民党他有点不开心，他说你自己也曾经找过他当。我个人为了这件事情，我今天早上开车，对，不要飞过去。那今天早上我们要开晨会，我还问我幕僚说，有谁以前有去接触过那个范云？没有人要承认，应该问他说，他说中间人是哪个中间人？我顺便把我们旁边的如果真的有那种什么掮客的、骗子的，顺便揪出来。因为他说这样也是收买他嘛，所以其实没有这件事。不是，我跟你讲乱讲不好意思，以我的个性怎么会用它？怎么说？我就这样，我就加派嘛，就难沟通。不是啊，我们这种做事速度很快的，我不知道在柯市府工作人，好歹这个 style 就不像。所以你觉得范云去做事没效率是不是？不是的，哎呦，我们那个人讲下不下，不行了嘛。像现在有传出说，我倒觉得很奇怪，应该去问他，去追问他说，你说那个中间人是谁？我顺便查一下，我们旁边是谁在当掮客，还是当什么？还是只有3个可能嘛？一个他被骗嘛，一个他说谎嘛，一个是妈祖托梦嘛，只有3种啊，看他是哪一种。那你觉得3种哪一种最可能？我怎么晓得？问他就知道。追问他中间人是谁，赶快去追。刚放9点半的时候啊，他有受访，他说：“难道说跟你的政党民众党合作就是找回良心，然后跟其他政党合作就是被收买吗？”他说：“你的标准不一样。”他被收买就被收买，啰里吧嗦干什么？奇怪了。有传出说，因为提名那个李林威，他不知道有个性你爱问我就给你回答。那被收买就被收买，啰里吧嗦干什么？你党都没有了，你还啰嗦什么？那你觉得黄国昌他骗选票，你觉得他这个策略实力比他可以怎么？没有啦，我觉得黄国昌，我觉得实力。我觉得黄国昌战斗力很强啊，但是
那就是不过市长来说，考虑政治的实际问题，算了，不要，我觉得他还是可惜的。市长，所以你是觉得范宇他背弃自己的选民，是不是？不是，算了，不过是这样的，我这个反正排列组合也是可以的，共识变构改组也是常有的。像目前是不是有传出，因为提名李明蔚5项5天，说以后好像要跟民进党除了新潮流之外派系，还是要保持和平这样的一个说法？不是，我跟你讲哦，李明蔚是这样，我们会用这个人，是因为他年轻哦，然后其实老讲你要找那个女性从政也不容易，而且他台风很稳健的，我看到在我们几乎是我们区域立委里面台风最稳健的。我们说要找一个年轻的女性的，然后台风稳健的，然后比较有想法、有朝气的。我们是鼓励这种人，我们用他也不是因为他爸爸的关系啊，对不对？市长你怎么看？说陈前总统被列成不分区，一条。这个这样的，这个有时候也没办法啊，对不对？因为不管用谁都。因为现在2大党都已经卡在那里，除非我们一个人都不用，不然永远都会得罪谁，这也没办法啊。那你怎么看说陈水扁被列在不分区立委？那个中选会会通过吗？我实在是不相信的啊，干没？但他现在好像跟就是总统下战书，他就是意思是说，我每次讲那个还是那一句啊，2016年其实是把这个案子结束最好的时间，所以我每次都拿这个说你不解决问题，问题会解决你，就是这样。好，谢谢。像宋郭联盟啊，说讲说你。另外一个上新的现场来看到2020年总统大选上新的民调结果，看到总统蔡英文伊赢面搁较大，支持度已经破新高的纪录，来到42.6%，赢过韩国瑜25.7%。另外，国民党、民进党伫不分区立法委员政党票支持度嘛头一摆出现黄金交叉。现场上新的情形，继续请记者周景如来带来了解。景如。这对2020选战又有民调中心做出了最新民调，而且是根据了11月18号到19号期间，他们发现总统蔡英文的支持度是来到了新高，但是在政党票，也就是蓝绿阵营的不分区名单，争议似乎很大，还首度出现了黄金交叉。到底为何会有如此的转变？我们来听一下民调记者会的稍早回应。这个礼拜的调查刚好是这个名单确认，而且经过了一番厮杀之后，这短短的10天，你为什么国民党会掉了这么多趴？让人意想不到了。如果以2周来看，它几乎掉了5%。天哪，5%的政党票，这足以成就另外一个小党哦。我在那边透露一下，双北2位我的立委好友，他们给我看的在单独区域里头，都会区的政党支持度调查，民进党持平，稳定的大概2成多。可是国民党居然从之前1个月前他们所看的2成多，突然掉了，而且掉得很夸张，在年轻的制度掉得到现在1字头，那票都流到哪里去？流到了民众党去。双方的差距是16.9的百分点，那持续创造2个差距的新高那这3组的对战方面呢，亲民党这个宋楚瑜跟余香这一组组合获得6.9%的支持。那这些支持度呢，从民调看来，主要是来自于都不支持跟未决定的选民，只有少部分来自于韩蔡那对韩蔡的选情影响不大。在交叉分析方面呢，比较特别的分众，我觉得还是20到29岁这个族群。那蔡赖配的支持度是54%。韩张配的支持度是10%，那差距呢高达44%那这个我想就是年轻族群大概对这次的选举影响还是蛮大的学者也提到，总统支持度在年轻族群扮演一个很大的关键，只是呢每一天的选情都会有变化，不论是总统的选票或是政党票的流动，选战倒数阶段，投票当天能否催出最大化，也将持续观望。以上面情形。多谢景如，继续来关心香港反多元条例抗争正到学校去香港读册台湾学生，惊影响到因读册权益。拢总有6成的学生已经回来到台湾，为了要招更较侪台湾学生回来到台湾读册，嘉义大学拢总推出13项好康的，像讲规学期住宿舍拢免钱，也有提供做山工的机会，让台湾学生有更较侪选择。
香港反送中的情势愈来愈紧张，当地学校受到严重的影响。根据教育部19号上新的统计，1021个伫香港的台湾学生已经有683人返来台湾啊。伫香港的台湾学生学习的权益受到影响，和一寡国内老师学生真烦恼。嘉义大学针对香港的台湾学生的需要，提供13项资源给因。不透过转学，但是他希望能够继续学习，比如说旁听啦、随班复读啦、选修学分，我们随时欢迎。也可以透过转学，直接把学籍进入嘉义大学。那这个部分也可以透过教育部的一个窗口跟嘉义大学的窗口来申请。13项资源包括全学年住宿舍免费，提供学校内底临时工的机会，提供香港各大学老师甲学者研究的所在等等，让老师甲学者有安全的环境完成学业。港台生他们回来学校的一些心理方面，还有对于生涯规划需要都有考量到，我觉得这一点应该是他们蛮需要的。另外，嘉义大学目前有71个香港学生，香港反送中的抗争愈来愈厉害，警察甲民众嘛伫学校内底对枪。对这个情形，嘉义大学会提供心理咨询、关怀甲帮助，设立专人专线，让香港甲台湾的学生会当安心学习。记者综合报道。已经反观高雄天狗这个疫情，甲单也未收煞。卫生局针对一个已经确定的病例，进一步追查，发觉讲围着的所在可能是大碧湖风景区。防疫人员来这调查，查到上百只蚊啊，也有车鼠。短短半个月内，针对管理单位，也就是水道水公司，拢总开11张罚单。假使讲这个疫情若是继续拖，可能大碧湖园区都会暂时无要开放。防疫人员一大帮人来到丁清湖的风景区咧抓蚊啊！佮针对自来水公司的宿舍咧稽查，会有遮尔啊大的动作，拢是因为这个园区内底去抓到上百只带丁角热的蚊啊。11月4号到11月18号的期间，澄清湖的范围之内，我们总共捕获了超过200只的病媒蚊。进前有一个负责人，敢若亲像去丁清湖遐运动，结果去感染到丁角热，也就是天狗热。尾啊，卫生局来甲监控，才意外来发现讲，这个丁清湖已经变做带天狗热蚊仔的沼窟。因为这是水源区，袂使来喷农药投蚊啊，所以安尼疫情的控制嘛特别困难。除了我们平常都有19个清洁工人在投入之外，那我们今天也要紧急再找工人来进场，来针对热区的部分我们先清理。那志工的部分我们会分责任区，请志工来帮我们加强巡视。就算讲卫生局有伫半个月内，有针对管理单位自来水公司，甲开11张的罚单，要求就要紧来改善。不过，这个园区伊占地有360公顷，会使讲是看茫茫，所以简单有法度用人力的方式来挂这个抓蚊仔钉，也是讲遐会积水的壳啊来甲灭蚊，看来效果是有限啦。监测期间，我们整个案子会监测到11月30号，仍然有疫情出现，而且跟活动地的澄清湖有直接相关联的话，在这个前提之下，我们会不排除依据传染病防治法，采取更高规格的一个管制措施。出名的风景区所来称做天狗热的起地地，卫生局嘛唔敢大意，会加强来控制。假使讲若是阁有人去感染到，嘛有可能会甲规个园区甲封起来，避免这个疫情阁拖开。记者综合报道。人咧讲18搬母艺行行改良，坐公车唔来当录悠悠卡，卖当录现金。中国一个公车运将，逐工听人客录几工的声音，听久免看，就会当知影讲人客到底录偌济钱，含价钱伊嘛听会得出来。唔知影有影影没影，带大家做伙来看卖。1元的，5毛的。目睭前这个公车运将，伊会当用听声音的，就知影你迄个这个银角是几块，因为在这个无同，银角锵的声音都无同。这个1元呢，它这个钢壁是比较坚硬的，它这个声音是比较清脆的。你像它这个5毛的，它是铜的，它这个声音都有点的发没有那么响亮。假币，它这个假币，它个比这个1元的还是要。声音没有那么响，比它要小一点，但是比这个1毛的大一点。一个5毛的，一个1毛的。它这个1毛的呢，它虽然硬，它是小，它这个声音没那么响。有遮尔啊大的鱼啊，人客迄偌济钱，司机免看一个用听个拢知啊。刚开始也是通过听和看，半年以后嘛，这些可以就不用看了，就全部都
就能辨别出来。会当连到这门绝技的这个公车运将，还佫唔难伊一个。哪咧开车免看过知影讲人客落偌济钱，若是有迄个想要小贪的人，可能就无法度过关咯。记者综合报道。日本东京涩谷区帕克百货公司明仔伫要定开幕，这间百货公司已经有46年历史，最近经过3年订款，总算要定营业。内底算的拢总193间店面，上界显目的就是6楼林天堂直营店。若是规世界第2间，嘛是规日本头一间林天堂的直营店。这卖各种铁陶米的相关产品，有圣尼达传说，也有超级马里奥，啥物都有。和一寡铁陶米的卖场赶紧要来体验。あちらに見えてきました。リニューアルしたパルコがこちらです。日本东京涩谷的巴尔克百货，伫个22即天要来定新开幕。这间百货的历史悠久，经过3年的升级整修，即马变甲足新鲜的。有193间的这个店面拢有入来，美食家甲这个时尚品牌嘛拢有。不过上加意要是这间伫咧6楼日本第1间任天堂的直营店。东京直营店都还未正式开幕，试营运的这个活动都已经轰动游戏圈咯。较好运的卖场，佫通抢先来去看到这个逐项拢有的商品。除了有限定款的保温盘甲这个手汗袋啊，当然嘛有底黄的甲这个红仔面，甚至还佫有各种各色的手机啊壳。也若上显目的，当然是这几排的萨尼达传说的游戏棚组，含这个超级马里奥的各种商品。でこの辺りはマリオグッズですね。はい、でマリオの時計が置いてありますね。マリオ時計。任天堂东京的直营店是全球第2间，第1间是伫个美国的纽约。那任天堂高层表示讲，直营店会选伫个东京涩谷的帕尔克百货，主要是向着这的少年人甲外国的观光客，会当乘靠较济人客来。因为这个巴尔克，伊除了有这个任天堂以外，嘛有其他的游戏品牌入来。较普通甲这个扑克网，估计才会当乘做日本游戏。甲网架卖场雕成的新景点，记者综合报道。天主教教宗方济各将到泰国曼谷开始伫亚洲访问8天行程，因为这是头尾让35天，又阁有教宗来到泰国访问，一寡人特别伫咧机场迎接。教宗按算会拜访泰王瓦吉拉龙宫，刷来会去日本访问广岛、中崎，关心第2届世界大战原子弹爆炸的事尾。21项的礼炮放完，天主教教宗方济各看为飞龙机顶的行落来，伫个下骹等的民众手的泰国甲梵蒂冈的国旗，看起来拢真欢喜。教宗20号飞到泰国曼谷，开始亚洲访问的头一站，预计伊会伫泰国点到23号，毋但会甲泰国总理帕拉育、佮泰国国王瓦吉拉隆功见面。佫会伫泰国国家体育场主持大型的弥撒，到时阵可能会有2万人去参加。Confío en que mi visita contribuya a poner de relieve la importancia del diálogo interreligioso, el entendimiento mutuo y la cooperación fraterna。不过天主教伫泰国其实算是较少数的，无到总人口的2%。教宗这回会来教导的人数较少的地区访问，有鼓励的意义。这嘛是咱35年，搁一届有教宗访问泰国。前一届访问泰国的教宗是六王保禄2世，当地教会总动员，甲教宗的相片挂伫外壁，搁采人形的徛牌，互教导翕相。รู้สึกว่าเป็นคนดีครับมีน้ำใจมากค่ะ Oh, very happy if I can get to meet him. I will be the happiest lady. 教宗方济各24号会飞去日本访问，这嘛是六王保禄2世1981年访问日本了后，当38年，搁一届有教宗访问日本。伊个方济各会甲日本天皇、佮日本首相见面，卖访问广岛、中崎悼念原子弹爆炸惨剧。记者综合报道。休困一个广告了，要来欣赏南投鹿谷乡大仑山半空中最近会当看到一款冲影式的云瀑，规粒山4颗链灯白茫茫，亲像100度。其实从小就跟着父亲一起做。我从小其实就喜欢就是农机啊，
所以父亲在做这一块，我就觉得我不会觉得说种田很辛苦啊。工作10年之后，就觉得他还是需要有人帮忙，对，因为他自己一个人只负责种植的话，真的太辛苦了。让消费者知道他到底在种什么，在忙什么，对，所以我是负责回来帮他做行销这一块。台语文千万字，大家要跟大家做伙来摆一日。今仔日要甲大家小解一日，咱做伙来看到这日读做字，这个字都有关入去的意思，像咱今来讲注写。另外嘛有飘明、飘逝的意思，像注音。另外一个音读做度，这个度都有跋筊、考字的意思，像咱讲角度、落度。另外算钱的单位嘛是读做度，像咱讲一度钱。要带大家做伙来小解这两个词。头一个字文代表生意定、意欲要订货，这是为日本话来的，像讲这项物件都爱注文，无限卖。第二个词都爱读做大度，代表一条真大条的钱。像咱讲做生意赚大度，咱用一句话来举例，甲这两个词甲做伙。比如讲，这项限定版的鞋啊无限卖，一寡球迷摕大度现金来到现场注文。今仔日小解这一日字，另外一个音读做度，提供予大家参考。继续要来看到，这是南投鹿谷乡大仑山半空中，最近会当看到这款长影式的云瀑，规粒山4颗链长白茫茫，亲像100度。这款的画面讲是寒天才有的风光，因为最近东北季风落南，风台形成，水汽变较济，大芒滚冷，嘛变做这款场面真大的奇瀑奇景。秋天、寒天合定的冲海影式的云海，搁一解出现。南投大武仑山因为东北季风的关系，变做袂输仙境同款，来到这就亲像咧欣赏山水图。为天顶看落白雾，就亲像海影同款，云海看蒙蒙，真有气势。日头出来了后，黄金色的日头更加上天顶的云，让人有一种来到天空之城的感觉。我们透过空拍机上去天上拍的一个角度拍摄出来的云瀑那相当的壮观。民众唔拿学到大自然的水，嘛真想要问讲，到底爱什么款的条件才会当看到这个美景？东欧台风以及接着而来的凤凰台风，加上东北季风的加成之下，大仑山地区有比较充沛的水汽以及比较强的风，导致这个云海翻腾的现象。想要伫山区看到这款的美景，头一个地势爱悬，刷落温度爱低，水汽爱有够，互云会当积起来。若是佮拄到真旺的对流，就有机会会产生冲海影式的云海。一年内底秋天、寒天上接出现，即马民众想要欣赏这个景致，加一个判断的标准，看到的机会会更加大。记者综合报道。休困一个广告了，手路菜同款要带大家食无共的手路料理。这两天东北季风影响，温度小可较热，嘛带动超商通路火锅生意增加热扑扑。其实从小就跟着父亲一起做，我从小其实就喜欢就是农机啊，所以父亲在做这一块，我就觉得我不会觉得说种田很辛苦啊。工作10年之后，就觉得他还是需要有人帮忙。对，因为他自己一个人只负责种植的话，真的太辛苦了。让消费者知道他到底在种什么，在忙什么。对，所以我是负责回来帮他做行销这一块。日本和牛开放进来之后，那时候其实台湾人对这一块是蛮感兴趣的，号称说一生必吃一次的日本 A5 和牛这样子。所以那我们希望说，在中立也可以吃到这种肉品。螺蛳粉的意思就是我们所称的螺。叫螺丝，然后加米粉，所以我们叫螺蛳粉。不要说在当地，现在在大陆，整个大陆都是很有名的。每个礼拜天带您寻找台湾感动力。
欢迎继续回来到新闻的现场，食饭时间，手路菜要带大来食无共的手路料理。来看到这两天东北季风影响，温度小可较热，嘛带动超商通路火锅生意渐加热扑扑。像讲统一超商引进出名连锁火锅店3款家己煮的火锅套餐，讲免开加水、免烧水，一罐矿泉水15分钟就会当出菜。另外，内里虎杀麻辣火锅在内，拢总3款火锅。专联是推出第2款的全新火锅口味，叫做个人烧肉杯汤，要来大车饼。业者统计嘛，发觉讲天气一个反寒，这个火锅销量成长15%，让火锅大战增加热热气气。油热热的汤头，拿来斗搭牛肉角、笋片，还有海带莲藕片这配料。即马天气热冷，简单用看就互人安尼眼顺顺。若想要来食一个火锅，来一个海底湖，唔免排队，超商就有啊，而且煮法阁真特别。加热包甲泡水，伫个底10几秒就有够烧啊！刷落去，阁伫个顶悬来放各种的配料、汤包，挂甲盖好，互这个火锅继续翕咧烧。统一超商来引进出名的连锁火锅店3款的这个家己煮的火锅套餐，伊的价差不多是200多块，唔免开火嘛免烧水。简单一罐矿泉水，10多分钟，安尼就会当烹上倒。它是不是加热水，它是加一般常温水，然后它就冒烟了，我觉得很特别，因为很难找到一群朋友要一起去吃，时间上瞧不太出来。就是在便利店就可以买到这样的商品，还蛮特殊的。上阵这个天气热冷的商机，超商业者的这个烧料鼎子当咧热，超商内里户就统计讲，天气若一个较冷，这个烧料鼎子伊个会成长15%，所以嘛，趁这个时阵杀出这个麻辣牛肉锅3种火锅料。若专联，伊是引进爆香2款的新口味，即落一个人咧食的火锅杯来大车饼，伊才上市2礼拜尔，就卖5000碗。业者是主打讲，若想要食火锅，就唔免招规罐人遮尔麻烦。一个人的火锅，家己嘛通安尼食甲热乎乎。记者综合报道。其实从小就跟着父亲一起做，我从小其实就喜欢就是农机啊，所以父亲在做这一块，我就觉得我不会觉得说种田很辛苦啊。工作10年之后，就觉得他还是需要有人帮忙。对，因为他自己一个人只负责种植的话，真的太辛苦了。让消费者知道他到底在种什么，在忙什么。所以我是负责回来帮他做行销这一块。往前走喽！把我埋进去。好，换下一个。我就会跟他们说种植的方式。我们是怎么样栽种？消费者觉得这是他们要的，就可以接受。可以用手摸看看，这就是还没有豆荚的黑豆。我们在采收期的时候，我们就是会办一个，就是来我们农场这边采黑豆。他们会更深的印象，说怎么去选购好的黑豆，跟选购国产的黑豆。叫爸爸妈妈来吃豆腐，所以我们会继续做这样的事情，去坚持做下去，就让大家知道说，其实台湾的农夫很努力的在坚持我们国产的东西。大粮仓计划基本概念就是说，希望我们把本土的杂粮能够种植的多一点，来取代这些进口的，使我们的粮食自给率能够提高。3年外，加上政府在推动大粮仓计划，才回来让来投入这个产业。我家己自己去尝试去学习要怎栽培，然后再可以用成功计划，用机器化的管理，然后种植，安尼啊带动阮家的农友，就大家各附跟这个麻这个产业。
台湾麻，然后伊个片仔味，我看伊足欢喜的，我感觉讲我有迄个成就感。又没有基因转植的种子在种的，那有一些有机栽培的、有产销履历的，都是对生产的安全性呢有大的保障消费者让会觉得讲，咱家己生产的国产杂粮的品质比较稳定，然后比较没有那个食安问题。金马56还有2天。士兵信条都会念了吗？没问题。我磨练体能、战技和本质学能，有效达成任务。下一句是什么？我会确实保养我的枪武器。每周一到周五晚间6点到8点，敬请锁定《女兵日记》。多名中华民国海军陆战队士兵，怎么会是猪？算了，根本没脑。你看起来是真的很想跟我做朋友，但是你可能没想到，你会害到我，或我会伤害到你。我警告过你，你要为了一个女的这样子，我立刻把负责人都给换掉。吴董不是要推你出来选议员吗？每周五晚间10点，你那边怎样？我这边 OK。感谢大成宝金冠名播出。与台视中校结义合照抽歌仔戏舞台剧门票活动，11月11号周一起，请您与台视中校结义电视画面合照，并将照片上传到我是杨丽花 FB 粉丝团本活动贴文，就有机会将歌仔戏舞台剧门票带回家。每周将抽出4位幸运的观众，详情请上我是杨丽花 FB 粉丝团。甜宠，老梗，浪漫，也老梗。我已经有喜欢的人了。是你们的执行长？不是他，那是谁？古今中外有句名言，老梗也是梗啊。台视频道每周日晚间10点，网红的疯狂事件。感谢大成宝金冠名播出，保证笑到一夜好眠啊！今日夜晚8点到10点，请收看中校节义。年度精彩盛会尽在台视。12月31日台中跨年晚会，1月1日维也纳新年音乐会，敬请锁定台视频道。第92届奥斯卡颁奖典礼2月10日，敬请锁定台视频道。唱歌。拜一到拜5暗时8点，杨丽花歌戏中校节义。需在火车绕圈的时间内说出与指定主题相关的成语。等一下干什么鱼呀？什么鱼呀？鱼不得水，鱼不得水。这种表现就给他减薪就好了。感谢福尔血糖机冠名播出。其实从小就跟着父亲一起做。我从小其实就喜欢就是农机啊，所以父亲在做这一块，我就觉得我不会觉得说种田很辛苦啊。工作10年之后，就觉得他还是需要有人帮忙。对，因为他自己一个人只负责种植的话，真的太辛苦了。
让消费者知道他到底在种什么，在忙什么。对，所以我是负责回来帮他做行销这一块。往前走喽。得奖作品是台湾电视公司《向天际》。航向天际福卫7号发射全纪录，荣获卓越新闻奖、即时新闻奖。台湾太空20年 ，MIT 卫星下一步荣获吴顺文新闻奖深度报道奖。全台医疗危机，后世纪遭狸猫换太子，获得消费者权益报道奖优胜。自体免疫细胞癌症患者新希望，荣获台湾医疗报道奖佳作。台视新闻坚持给您最好的。好久伫网底看戏看人底，新闻上要来关心意大利北部这几天大雨落未停，车路变做水路，岩啊变做瀑布。气象局预告讲雨还会继续落。新闻上要带大家做伙来关心，感谢你的收看，我是郭义忠，祝大家平安健康，小大家继续收看咱台视中道新闻。其实从小就跟着父亲一起做。我从小其实就喜欢就是农机啊，所以父亲在做这一块，我就觉得我不会觉得说种田很辛苦啊。